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返為食而生呢個 channel 啊！今日我哋繼續會同大家分享我哋嘅日本九州自由行之旅。今集呢，主要會同大家分享福岡市嘅景點啊！我哋呢，分別會去兩間神社度上風。第一間啦，會先去灶門神社。呢個咪鬼滅咪一定要去朝聖嘅神社？然後呢，我哋就會去太宰府嘅天滿宮。之後仲會去天神站附近度行街，同埋要試網紅店葫蘆壽司啊！事不宜遲，即刻跟我哋去片啦！由博多站出發去太宰府，非常之簡單啊！可以首先喺博多站乘搭地鐵7惠線，之後呢，可以乘搭4個站去到藥丸站，然後就喺藥丸站度轉乘西鐵。乘搭西鐵天神大茂田線，由藥丸站去到太宰府，大概需要30分鐘嘅時間。太宰府嘅天滿宮啊，就喺西鐵站旁邊。今日呢，我哋仲會去埋灶門神社，位置呢就唔近西鐵站啊，需要再轉巴士。因為灶門神社啊係知名嘅賞楓景點，咁喺11月嘅時候呢，會有特別嘅巴士班次噶，可以喺太宰府站呢排隊等上車。車程呢只需要10分鐘時間就到達噶啦，回程喺返同一個位置呢，就可以返到太宰府。灶門神社係位於山上面嘅，11月嚟到嘅時候呢，就可以見到楓紅遍野嘅景色啊！跟我哋一齊步行上咗呢一段梯級啦，就可以見到灶門神社嘅石頭鳥居啦。近期點解呢個神社會變得咁熱潮呢？就係因為佢係同動畫《鬼滅之刃》主角聖士炭治郎一樣，都係叫灶門啊，所以就近期成為我哋《鬼滅之刃》粉絲一定要嚟嘅朝聖之地啦。咁即係實際上同《鬼滅之刃》其實係冇乜關聯噶。呢一個神社係以結緣、避凶同埋消災聞名噶。參拜完之後呢，仲可以喺呢一度買唔同款式嘅御守紀念品。嚟到神社嘅展望台，仲可以欣賞到太宰府嘅景色啊！喺楓葉季節呢，呢度仲會有啲咖啡嘅餐車啊，可以喺呢度食下小食，飲下咖啡。之後呢，會嚟到太宰府嘅天滿宮。太宰府天滿宮成個範圍呢，其實都幾大噶。嚟到入口呢一度呢，仲有一隻御神牛雕像啊。聽講摸一摸佢嘅頭部呢，就可以有助於增長智慧啊。咁要摸多幾下啦。睇嚟你都真係要摸多幾下啦。經過咗呢個樓門，就可以進入御本殿啦。咁啱呢，遇上日本嘅假期啊，呢度參拜嘅人都非常之多。天滿宮主要呢係祭祀學問之神啊，所以每年呢都會吸引咗好多學生嚟祈求考試合格。而天滿宮啦，因為唔係位於山上啊，所以呢度嘅楓葉數量呢，相比起啊就冇灶門神社咁多。但係呢度有啲位置都可以欣賞到一啲靚嘅楓葉噶。我哋11月嚟到，啱啱撞正有菊花嘅展覽啊！喺天滿宮對出嘅表參道仲有好多小食店鋪啊！咁多人排隊，一睇就知係好食嘅小食啦。呢一個就係太宰府嘅知名小食梅枝餅啊！你見到每一件餅呢，都係師傅人手即場製作噶。咁要買嚟試下啦。個梅枝餅外皮呢就有少少脆啊，個餅嘅口感啦有少少似麻薯啊，但係裏面嘅餡呢係紅豆沙嚟嘅，味道都甜甜地。我覺得個整體味道都 OK 啦，但係我都係中意鯛魚燒多啲啊。表參道仲有好多間手信店，我哋一齊嚟睇下。表參道呢度仲有間設計好特別嘅 Starbucks， 都可以過嚟打下卡啊！一蘭太宰府嘅表參道呢，都好多人排隊喎。
所以呢，我哋都揀咗食下啲小食啊。呢一度都有好多間唔同嘅特色小食鋪頭。呢間炸雞店都幾多人排隊啊，又有咁多口味，睇落去都好吸引喎。咁不如一於嚟試下佢啊！試咗呢款金口醬油烤雞啊，食落去呢都幾 juicy，幾好味，上面仲滲咗啲芝麻碎啊。晏晝我哋就搭返西鐵嚟到天神站度行街。天神站係福岡嘅潮流集中地啊，都有多間嘅大型百貨公司，好似 Pakco。7樓就主要係賣潮流服飾同埋一啲古着啊，啱晒啲靚仔型人一齊嚟行下。咁我要嚟睇下喎。而5樓呢，仲有海賊王嘅專門店啊。呢度海賊王嘅 Q 版公仔睇落去都好得意啊！仲有蠟筆小新嘅專門店，唔同款式嘅包包望落去都好 Q 好吸引啊！仲有一啲 anime，鬆弛熊嘅專門店，同埋賣 Snoopy 嘅專門店。而4樓就主要都係賣時裝為主，連男裝都有啊！今次上嚟天神啊，試下好多人推薦嘅葫蘆壽司啊！呢一間鋪頭非常之多人排隊啊，建議可以喺開門之前半個鐘就嚟排定先啊！而我哋嚟呢一間呢係總店，有啲座位呢會係榻榻米嚟嘅。菜單都有英文翻譯啊，有一啲精選嘅壽司拼盤，同埋都有啲壽司可以單點。咁我哋呢就嗌咗是日精選3300 yen 啦，有10款嘅壽司啊。咁每件睇落去都好新鮮。而活鮑魚壽司就係葫蘆壽司嘅招牌嚟噶。你見到個鮑魚上菜嘅時候呢，都不停扭動緊啊！食落去個味道係幾甜啊，但係呢有啲難咬開啊，所以我自己感覺就覺得麻麻地啦。而呢度嘅海膽壽司呢，都幾鮮甜，食完啊忍唔住都要嗌多一份啦。拖羅壽司擺入口嘅時候，個魚嘅油脂味好甘香啊，有種口內爆發嘅感覺，好好味啊！而魚子壽司咬開啲魚子嘅時候啊，都食到勁鮮甜嘅魚子味啊，大家都可以試下。而蝦壽司呢，食落去都幾新鮮啊，而且都好大隻。帶子壽司啦，同平時食嘅帶子有啲唔同啊，有啲軟綿綿嘅質感，入口即溶，非常之鮮甜啊！我哋另外呢都點咗6件壽司，分別有大拖羅啦、青魚壽司，同埋店員推介嘅赤鹿壽司啊。咁而火炙過嘅魚皮啦，加上獨特嘅魚味呢，都幾好食。另外仲點咗蟹肉蟹膏，同埋有赤貝壽司，食落去都幾爽口，都唔錯啊。而呢度嘅三文魚味噌湯食落去都好足料啊，味道飲落去都幾濃郁，嚟到不妨都可以點一碗飲下。呢間壽司店嘅性價比都幾高啊，難怪咁多人排隊啦。食飽咗之後，都仲見到有唔少人喺度排隊啊。食得幾飽，我哋都係繼續喺天神附近行下街啊。天神呢度仲有唔少嘅屋台攤檔啊，之後可以嚟天神嘅地下街行下。成個地下街都好寬敞啊，店鋪嘅種類都幾多。如果撞啱落雨天，都幾適合嚟地下街度行下街啊。而地下街咁啱連接咗 Mila 百貨，仲有 Uniqlo、Loft 精品店，同埋 Nitori 嘅家居店啊。下集嘅內容都非常之精彩啊！會同大家推介2間嚟到福岡一定要試嘅炭火烤肉啊！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。
我哋今日條片就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我哋頻道最新嘅資訊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